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中中药烟中毒的案件继续咧扩大，上新检验的结果，佫增加5个受害者，目前已经有21个民众来受害，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团体诉讼的标准。这个烟中毒的受害的民众，只要准备摕药仔的收据、药包的检验证明、甲医疗的收据，就会当来申请团体诉讼，消基会会当帮忙打官司。 现在这个是戒毒片哈。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前主委陈明进的太太用行动中药啊造成烟中毒，倒伫病床顶注解毒针，一天要注3摆，解毒的费用算成呢真上重。3天就是17000的一个医药费。 烟中毒患者继续咧增加，卫生局最新的统计，行动烟中毒的这个患者增加2个人，为11个人变成13个人。石府烟中毒的人加3个人变成8个人，总共有21个人食中药啊来烟中毒。台中市法制局讲会使拍团体官司，要求赔偿。 相关的就医的诊断证明，还有因此支出的药费的收据，然后而且他也可以请求他如果因此有精神上的损害赔偿，也可以请求精神慰抚金。透过团体诉讼，烟中毒民众上济会使提回医疗支出、甲精神赔偿等5倍求偿的费用。验过有这个期限，必须伫2年内提出申请，拍这个官司拢免钱。